三澳門帶你躍進高速 3G 時代，三澳門特約天氣報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egina， 歡迎收睇由三澳門特約嘅天氣報告。而家同大家講下今日7月16號嘅天氣先。今日天氣天晴，部分時間多雲，早上有局部地區性嘅驟雨，相對濕度介乎58%至81%之間，氣溫係介乎攝氏26至31度，吹輕微至溫和東至東南風。今日嘅空氣質量指數係介乎10至26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。預測下聽日嘅空氣質量指數啊。路邊監測站同高密度住宅區係5至35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；而一般性監測站係10至30，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。Bobby 話：聽日天氣炎熱及天晴，一齊睇睇衛星雲圖啊！預料位於中國東南部嘅一道高壓脊將會持續影響本澳天氣，跟住一齊睇下未來幾日嘅天氣啊！預測聽日天氣炎熱及天晴，部分時間多雲，氣溫係介乎攝氏26至32度，吹輕微至溫和東至東南風。星期六天氣酷熱，初時大致天晴，隨後雲量逐漸增加，氣溫係介乎攝氏26至34度。而星期日同星期一都係多雲，有驟雨，雨勢有時頗大，氣溫係介乎攝氏24至28度。跟住一齊睇下中國各大城市嘅天氣啊！北京多雲24至32度，上海有雷暴28至35度，台北短暫時間有陽光27至35度，廈門多雲25至32度，而廣州係有雨27至34度。跟住睇下亞洲各大城市方面，首爾有雨22至27度，東京有雨24至30度，馬尼拉有雷暴25至30度，曼谷有雨26至33度，新加坡有雷暴25至31度，而雅加達係多雲23至33度。跟住再睇下歐美各大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好啦，今日嘅天氣又報告完畢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